看看。你看吧，有没有发出尖叹声？我的妈，这个真的很少看到，这是屏风吗？没错。它感觉很像是我们在看一些科技电影，然后它是很多 X 光束是这样子交错的，然后感觉上我的手如果过去会这样，有这种科技感在里面呢。其实这个来源是看那个好莱坞电影院，就看那种那种立体未来感的那种电影，然后会看到那种光线，我就可以结合在室内。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实验，就调了很多板子，然后灯光去营造，看怎么去做。你朋友来过，应该每个都对他很惊叹吧？对啊，第一眼就吓到大家。真的第一眼就吓到了哦。没错。你好像没有刻意想要营造一个玄关的位置，可是在意念上已经界定出来了。对，因为其实玄关区没有太大，我觉得如果一进来遮住，像传统这样整个木座或玻璃遮住的话，那玄关就挂掉了，就整个空间变小了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视觉可以穿透，可是那个未来感、那种科技感一定要做出来，这样。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你是很时尚、很现代感的一个设计，现在还把未来科技感给融入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你知道吗？这个空间29平，可是感觉是很放大的效果，是因为它这整个墙面是一直延伸到电视主墙，对，就我不希望就是说玄关区归玄关区，电视墙归电视墙，我觉得这样子格局做起来会很小气。所以我在设计的概念就是说，我是做一体成型，我的立面设计是从一整道整个过去，然后做很多虚实的变化，要做隐藏。就是说，例如我这里有一个镂空，这里是实，这里是虚，然后上面的柜子是实，下面也是做镂空做虚，就是做很多虚实的变化。好，你刚开始想要就是让自己证明给大家看，你的收纳的部分有吗？对，像如果我这个不带到，大家又以为没有收纳。对啊，对，像我这一整排全部都是暗柜，然后我用了10种材质，就为了要做暗柜处理，我用了10种材质，然后做了很多虚实的变化，把那种暗柜的方式把它做出来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各位，其实它所有的柜面都打开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小马在这种很时尚科技感的外表之下，它还是有兼顾实用功能哦。不要再怀疑，不要再问他这个问题了。没错。小马，你家的这个餐厅空间感觉就像是一个顶级时尚 lounge bar 的包厢，就是超级 VIP 才可以预约的耶。没错，就是当初做这个的风格哈，我喜欢呈现一些 lounge bar 跟带奢华的味道，然后像一般的餐桌如果放上去，可能就没那个味道。对，所以定制家具没有 feel 了哦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是故意走我设计的风格，这样就是说我整个餐桌都是我定做。对，像这也是不锈钢，卡玻璃，再卡 LED 灯，所以去做到那种灯光的营造，这样子。感觉这张餐桌是从墙壁这样子延伸出来到这里的。对，像这个是整个悬空，其实结构上也都有特别去加强。OK，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的材质用的也还蛮多元的哦，因为好比你身后的文化石，我觉得文化石我就会想说它跟前卫时尚的这种空间，你怎么会把它融在一起？对，就我希望有那种味道，像文化石的部分，我觉得整片如果贴起来的话，就会比较单调。所以我是故意砍那种镜面不锈钢，然后砍这镜面不锈钢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其实建商原有设计的电箱就在这里，所以我故意做这种几何图形的层次，把那个视觉立面的效果，把层次把它拉出来。其实站在客厅那个角度往这边看啊，会觉得那2块其实是镂空的。对，没错，有那种感觉哈。感觉。那聊一下你在你这一区餐区天花板你的想法。对，我希望把它那种奢华质感的味道拉出来，所以我天花板是整个做灰烬，然后要有那个质感出来，所以我每一块灰烬都去特别做5分边的处理，对，然后之后上面打一盏特别比较定制的那种水晶吊灯，对，然后把我们那种奢华的味道拉出来。现在这里像我身后这一根大梁，然后那时候我来经过的时候有来看，哇，觉得那个立面的效果会很压迫，会截断，对，会有点截断，所以我是故意做灰烬，有点 L 型这样折下来，然后感觉我们的层次也更有，然后顺便把那根大梁去把它立面，把它消除掉压迫感。感觉它跟天花板就是天生就是融为一体的，就不觉得有梁的存在了哦。